后来这大罢免第2阶段进入到尾声，国民党的立委罗志强甲伊卖新车钱，摕来成立反恶霸台湾战车队，要来反制罢免。罢免国民党立委黄建斌甲杜冠杰的团队，今仔日甲第2阶段联署书送到地方的选委会，嘛等于是开出罢免国民党立委的第一枪。罢免到布困期的民间团体讲，因明仔载就会送件。大罢免，罢免国民党的立委黄建斌的兵团，挂伫5月7日第2阶段联署结束进程，将超过16000份的联署书送去台东的选委会，开出条专台第2阶段送件第一枪。下架点共立委，还我专业国会。桃园罢免涂宽吉的兵团，也伫刚一天透早将41337份的联署书送出去。其他桃园的罢团伙伴正在街头奋战中，所以我要拜托所有的桃园乡亲，赶快到联署站，完成这个属于桃园人、属于台湾人的光荣时刻。一直以来我们还是以我们现在立法委员要做的工作为主。随着罢免拿下立委第2阶段联署小刷结束，花莲罢免部困期的团体也宣布，联署突破32777份，进度超过160%。按算5月7日前往花莲的选委会，台北市高区罢免拿下兵团也将伫5月7日联合送件，可别因为报件去牵着时间，地数投票延期50天。那如果说今天送件的时间比较晚的话，就会跟这个823的公投绑在一起啊，那就陷入了这一个蓝白所设计的陷阱。护民族，反恶霸，台湾战车队出发。强调一省拢未当减，马爷立委罗志强也用新车收益成立反恶霸台湾战车队，协助马爷新科立委卡波大火灾，组装我们的台湾战车，然后在这5个选区来去上路。台中的廖伟翔，还有我们的罗廷伟，还有黄建豪，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护民族，反恶霸。强化地方战力，对抗罢免，马爷也有未当思维压力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